歡迎大家嚟到友誼康樂園。友誼康樂園呢，重點推介嘅呢就係我哋用電腦呢個技術，盡量縮短人同人之間嘅距離。上網可以睇到好多即時嘅新聞，家鄉嘅新聞唔同嘅電視台中央甚至地方台山嘅電視台都有佢嘅聯播嘅節目嘅。辦友誼康樂園所有組織嘅活動上邊有專業人員啦，包括定時post 上網嗰度。好似網站咁啦，咁可以即時可以睇到，可以溝通，進行視頻對講。所以我哋有專門嘅閱覽室同電腦室，有棋藝室喺呢度，需要學畫畫或者捉棋咁我哋麻雀台又足夠。喺紐約華埠好多老人家呢，佢哋好多特殊嘅才藝，冇埞發揮佢餘熱。其實好多老人家最怕孤獨，佢揾唔到有共同興趣嘅朋友啦，傾偈甚至係想學嘅電腦或者簡單嘅英文點樣進修有啲中意書法嘅，有中意攝影嘅咁。我哋會每日都有唔同嘅保健操太極拳太極扇舞蹈班好似瑜伽班唔同個師傅喺度教大家。我哋會定期提供唔同嘅保健服務嘅，包括探訪護士服務啦。我哋會請唔同嘅專家為大家提供唔同嘅講座。冬天咁皮膚護理保養就另外我哋會定期請唔同嘅按摩師上嚟為老人家進行身體按摩腳底按摩嘅服務嘅。我哋會經常會組織一啲短途嘅旅遊服務，唔同嘅文藝團體啦上嚟為啲老人家表演嘅，豐富老人家嘅業餘生活，激發老人家嗰啲潛能。多用腦就唔易老，希望用唔同嘅形式嘅活動可以激發老人家嘅潛能，達到佢哋健康開心咁嘅老年生活嘅目的。